咁啊，今年又拜我啲親戚啊，咁啊順便都嚟落低嘅墳墓睇睇啦。咁咧清明就已經過咗㗎啦，咁都睇到咧應該係未有啲影迷嚟拜啦，所以都仲係比較多啲雜草啊啲咁樣。咁啊，原本今日咧順便就想問一啲有關呢個墳場嘅，就係陶秦大導演嗰個墓碑咧，咁但係因為呢個墳場就唔會向外透露嘅，冇法子啊，隨緣啦正如所講，因為始終同阿樂蒂呢個墳墓唔同就咩咧？樂蒂有一批忠心嘅影迷，以前台灣特別多嘅，咁變咗咧就嗰啲資料就喺網上可以揾到，咁我都係靠嗰啲資料嚟揾到呢個墳墓啫。因為墳場咁大，點揾啊？即係會等於而家如果要揾陶秦嘅墳墓，真係唔容易啊！因為佢有自己本身真嘅名啦，我就只不過係諗，因為年代比較接近，都係60年代尾啊嗰段時間，就係英年早逝嘅陶秦導演就，應該都唔會係相隔好遠咯，同樂蒂嘅墳墓，希望仲有啲台灣影迷嚟啦，因為畢竟都一年復一年咧，就個年紀大㗎啦，尤其是老一輩嗰啲都已經睇梁祝嗰啲已經唔後生㗎啦呢個墳場都得意嘅，因為都有幾位名人喺度下葬啦，咁到時候都有啲真係有啲影迷嚟拜嘅。而家最比較出名就係林潔英咧，喺附近嘅擺骨灰嘅有啲唔同呢個位置嘅。另外李小龍嗰位父親李可銓咧，就亦都有啲李小龍迷會拜嘅。過往就樂蒂就好靠以前台灣嗰啲咧舊老一輩影迷咧，梁祝嗰啲咧，應該就會越嚟越少㗎啦，唔多唔少，因為個個都年紀大好啦，就咁多。